参加的报告，宜兰县县政府推设温泉观光按算编1700万的这个预算，伫咧东山河清水公园要来设一个温泉区，因为这个地理资源真丰富，宜兰县县政府按算伫咧公园内底要开一口800公尺深的古井，把公园内底公有地全部规划做温泉区，要含大溪共款穿甲掠袂条，嘛希望会当互宜兰县变做温泉县。 休假日到啊，宜兰东山河清水公园煞拢无看的人，毋若无观光客，水池仔内底无水，酷鱼出流浪嘛坑咧用。毋过同款伫咧宜兰大溪温泉，计若到休假日人拢足济。我互游客拢敢若走去大溪浸温泉，县政府来想办法，甲宜兰大学透过历源探测，发现其实东山河清水公园有真侪地理的资源，要互清水公园变做新的温泉景点。很好啊，就是我们这样夏天也可以来玩水，然后冬天可以来泡温泉。有啊有，怎么说？就是吸引人潮。 就会有钱潮。你想要伫的政府拢知影，锁定规家伙仔大人囡仔做伙出门佚佗的市场。宜兰县政府选伫咧目前的亲子生水区，另外佫划一个温泉区出来，编1700万，挖一口探测井，挖到600公尺深，抽起来地下水温度有40度，分2期来施工。第一期新设浸卡池甲生水区，第2期才来起温泉，要互宜兰县变做一个温泉县。那几个大原则，当然是一个总量管制、永续经营。 然后再来就是不以民争利，所以原则上我们希望最大的效益就是跟周遭的产业做串联。预计明年下半年就有机会会当完成温泉区，到时阵东山河清水公园毋若热天有冬晚节，天气变冷嘛有温泉会当浸。县政府想办法，就是要让宜兰的观光业愈来愈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